照顧者專題，打破衰老迷思，科學真相。人哋成日用誤解同恐懼嘅濾鏡睇待衰老，但科學研究展現嘅圖景遠比想象中更積極同豐富。一份醫療雜誌《老年牙科居家診療》引用美國國家衰老研究所 （NIA） 嘅研究成果，挑戰10個關於老齡化嘅普遍迷思，揭示背後賦予力量嘅真相。其實唔少照顧者都係雙老同高齡人士，只不過社會以為淨係下一代照顧上一代親人。作為照顧者，我哋都需要認清現實，唔好受住傳統偏見同思維定型嘅影響，避免用有色眼鏡睇待高齡人士。呢啲偏見會導致好多照顧支援嘅誤判，亦容易塑造我哋負面嘅情緒。同普遍認知唔同，認知衰退並非必然，即使記憶力同處理速度可能出現輕微變化，但透過閱讀、解謎同終身學習嚟鍛鍊心智，有助維持精神敏銳。同樣，年長者完全有能力學習新技能，尤其當佢哋保持好奇心，對新體驗或科技持開放態度時。作者強調，憂鬱症唔係老化過程中嘅必然環節，透過社交連結、心理治療同身體健康管理，皆能滋養心理健康。作者亦強調，運動既安全又必要，能提升晚年肌力、平衡感同自主生活能力。為咗消除對自主性喪失嘅恐懼，研究善明醫療進步、輔助科技同社區資源，令好多長者仍能獨立生活。同時駁斥年長者係社會負擔嘅觀念，肯定佢哋透過照顧、志願服務同經驗導向嘅領導力所作出嘅關鍵貢獻。雖然衰老可能增加某啲健康風險，但健康狀況唔係老年嘅必然。均衡營養、規律運動同壓力管理等健康習慣，能為人生各階段注入活力。關鍵係，任何年齡都可以實現積極改變，即使係微細嘅生活調整，都能顯著提升幸福感。最後，呢個討論強調社會參與對幸福感同認知健康至關重要，並指出應該將老化視為一段充滿意義同成就嘅旅程，而唔係值得畏懼嘅事。